2025年12月11日星期四，感恩節及將臨期聽經士師記第12章。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好，我係郭偉傑牧師。我哋開始進入士師記嘅後半部分啦。唔單止以色列人越變越差，連啲士師嘅表現亦都越變越差。士師本來應該帶領以色列人勝過外敵噶，帶領佢哋歸向神噶，但係耶弗他面對惡人先告狀嘅以法蓮人，卻冇好似基甸咁順攤，殺死咗4萬以法蓮人。究竟佢做緊啲乜啊？係救以色列人定係殺以色列人？而以色列人當有士師嘅時候就好啲啲，但係當冇士師嘅時候就衰到貼地。呢個只係建基於領袖嘅信仰，係非常之危險㗎。士師記第12章，環球聖經譯本。以法蓮人聚集起來，過河到了撒分，對耶弗他說：你過去攻打亞捫人，為什麼沒有招我們與你同去呢？我們要把你同你的房屋都放火燒了。耶弗他對他們說：我和我的人民跟亞捫人激戰的時候，我向你們求援，你們卻沒有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。我見你們不來救助，就冒死過去攻打亞捫人，耶和華就將他們交在我手裏。今天你們為什麼上這裏來攻擊我呢？於是耶弗他召集所有基列人與以法蓮人爭戰，基列人擊殺了以法蓮人，因為以法蓮人曾經說：你們基列人不過是從以法蓮逃亡的人罷了，無論在以法蓮或瑪拿西中間都一樣。基列人搶在以法蓮人前面攻佔了約旦河的淺灘，每當有從以法蓮逃亡的人說：讓我過河吧，基列人就問他：你是以法蓮人嗎？如果他說不是，基列人就對他說是波列，以法蓮人卻說成西波列，因為發音不準。基列人就把他捉住，在約旦河的淺灘殺死他。那時以法蓮有42000人倒閉。耶弗他治理以色列共6年。基列人耶弗他死後，葬在基列其中一座城裏。耶弗他之後，良鄉人以比讚治理以色列。他有30個兒子，他將30個女兒嫁到外面去，又給他的兒子從外面娶回30個女子作為兒媳婦。他治理以色列共7年。以比讚死了，就葬在良鄉。以比讚之後，西布倫人以倫治理以色列，他治理以色列共10年。西布倫人以倫死了，就葬在西布倫地的亞雅倫。以倫之後，比拉頓希列的兒子押頓治理以色列。他有40個兒子，30個孫子，騎着70頭公驢。押頓治理以色列共8年。比拉頓人希列的兒子押頓死了，葬在以法蓮境內的比拉頓，在亞瑪力人的山地。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士師記第12章。耶弗他作為一個領袖，佢處理嘅事真係一波又一波嘅。上一章講到佢口快快許咗個願，願嘅內容係違反摩西律法。摩西唔准以色列人將人當作祭物，但係摩西律法講到許願係要遵守嘅。耶弗他知一半又唔知一半，結果就殺咗自己個女啦。佢冇咗唯一個女係好傷心嘅，而家又要面對新嘅挑戰。今次嘅挑戰亦都來自以法蓮人。喺基甸嘅時候咧，以法蓮人亦都挑戰，話點解打米甸人咧唔搵埋佢哋？基甸就用婉轉嘅說話化解咗一場嘅內戰。但今次以法蓮人又用同一樣嘅理由嚟挑戰耶弗他，
話點解打亞捫人嘅時候唔揾埋佢哋？耶弗他解釋話有叫佢哋啊，只不過佢哋咧係唔過嚟幫手打仗。耶弗他見佢哋唔講理由，佢並冇基甸嗰種圓滑嘅口吻，佢個反應就係教訓呢啲以法蓮人，所以佢招聚基列人打以法蓮人啦，結果就打敗佢哋。從此以法蓮人就一蹶不振，喺以色列人嘅歷史之中冇乜嘢大嘅影響力。第6節咧講到以法蓮人發音咧，將示潘列咧講成西潘列，即係話將 sh 呢個音咧發咗做 s 音。從呢一度我哋睇到以色列人住喺迦南地300多年咧，內部有啲口音已經開始有變化噶啦。另外咧睇到耶弗他唔會濫殺無辜，如果嗰個人唔係以法蓮人咧，就放過嗰個人噶啦。第7節咧講耶弗他做士師做咗6年，比喺下面嘅以比讚做咗7年，以倫做咗10年，押頓做咗8年，都係少啲嘅。但佢嘅功績就好大啦。基列人將耶弗他葬喺基列嘅一座城裏面。以前基列人因為佢係妓女嘅仔而驅逐佢，排斥佢。後嚟咧因為需要佢做元帥，先揾翻佢翻嚟。而家應承接納翻佢咧，咁咧就都好尊重佢啦。咁而家將佢葬喺基列，證明佢哋都守呢個嘅諾言。由第8節到第15節講咗3個士師，一個接一個，內容好簡單，證明佢哋呢25年間咧太平無事。睇呢啲嘅士師咁多個仔，咁多個孫，又騎驢駒，證明嗰段日子都好風光嘅。大家睇下第13章嘅第1節，講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咧。咁樣睇就係當以色列人有士師，佢哋就聽話；幾時冇士師，佢哋就作惡。押頓死咗之後，並冇士師出嚟，以色列人就走偏路啦。呢個提醒我哋，一個人嘅靈命如果只係依賴領袖嘅存在，就有一個問題，領袖唔喺度，佢哋就立刻軟弱跌倒啦。喺教會牧師好重要，但如果牧師走咗，弟兄姊妹立刻軟弱跌倒，又或者有啲弟兄姊妹經常因為工作冇返教會，有牧師等於冇牧師，佢哋又會軟弱。如果大家嘅敬虔係建立喺領袖身上，一旦領袖唔喺度，咁就跌倒啦，咁就好唔健康噶啦。牧師領袖可以幫助大家成長，但係大家真係要成長嘅話咧，就應該堅強。即使牧師領袖唔喺度，你就唔會咁隨便或者咁容易或者即刻咧係跌倒嘅。親愛主耶穌，領袖都會犯罪，領袖都會犯錯。作為屬靈嘅領袖，唔單止要有權有勢做到嘢，更加重要嘅係要尋求神、信服神，做神要我哋做嘅事情，並且將人完完全全嘅帶到神面前。對於以色列人嗰種建基於領袖嘅信仰，成為咗我哋今日好大嘅提醒同埋鑒戒。冇錯，牧者好重要，執事好重要，組長好重要，領袖好重要，但係神先係最重要。就算冇牧者、冇執事、冇組長、冇領袖，最重要嘅係我哋要繼續尋求神、信服神同埋跟從神。我哋咁樣祈禱，奉主名祈求，阿門。